营西螺延平老街，日据时期由客闽合作共同开发，巴洛克风格，气派繁荣。依稀可见，屋顶上的钟楼是早期金玉城商会经营钟表金饰最摩登的广告和地标，也兼具风水的意涵。2个圆圈圈，那个你看有没有像一只鸟的眼睛？那就是猫头鹰的眼睛。猫头鹰哦，它晚上不睡觉，可以招财，还可以那个看管这些财物。钟楼依然矗立街头，守护老街。揭发前记茶庄在当年颇负盛名，镇店之宝手绘商旅地图，是先民前往福建武夷山采购茶叶的最佳指南。这个商旅图就把整个山你要到哪里去找它里面的布点啊，它的人员去收茶叶就好了。茶行内一口古井，引来年轻游客的好奇。这井很久了吗？对，创建的时候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。10以下秋口太叶。好，那我们再看里面的啊。遥想昔日盛况，文人雅士齐聚茶行，人声鼎沸。在这边泡茶、吟诗聊天，人气在这边聚集。街上每间老店各具特色，不远处的广福宫象征300多年来的族群融合。笑看物换星移，走趟西螺延平老街，听听那很久以前的故事，将是无价的纪念品。上课喽！时间一下手鼓踢的，时间一下手鼓踢的，时间一下手鼓踢的。